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徐凤年作为北凉世子，在前期不会武功的情况下，能够逃脱众多高手的刺杀，离不开他身边的护卫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徐凤年身边的几大顶级护卫。第一位剑九黄，第一位就是老黄了。徐凤年3年游历期间，老黄一直跟在他的身边，和他一起的还有老黄的那匹老马。徐凤年一直以为老黄是个没什么本事、缺门牙的老头，直到3年游历回到北凉后，见到老黄和胡迪老魁的战斗，才知道老黄也是一位剑道绝世高手。老黄当年在江湖上被称为剑九黄，从剑1到剑9，一共9招，一剑比一剑强。在前期战斗力还没有崩塌的情况下，老黄这个指玄镜算是能在武平中排进前10的高手了。当年还曾去武帝城挑战过王仙芝，输给王仙芝后，留下了黄炉剑在武帝城头。这一战输了后，老黄有了心结，一直想将剑给取回来。和徐凤年3年游历结束后，老黄的实力有所增长，第9剑已经突破指玄，达到天下。为了让徐凤年入江湖，也为了自己了却的遗憾，老黄再次去到武帝城，使出了剑9 6000里，击碎王仙芝的袖袍后，老黄面向北方，力竭而死。第2位青鸟，青鸟不仅是徐凤年的丫鬟，也是徐凤年身边的死士之一。青鸟的父亲是4大宗师之一的枪仙王秀，所以从小青鸟也习武练枪。王秀死后，青鸟就被徐彦兵带到北凉王府，成为了徐凤年的丫鬟，和徐凤年一起长大。这么多年以来，青鸟的实力也越来越强。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的时候，青鸟就是他的保镖之一。当时的青鸟已经有1品实力了，一杆刹那枪帮徐凤年破开了土甲。为了保护徐凤年被王明银重伤后被徐凤年给救了出来，徐凤年去到北凉后，青鸟也去了，一路挑战北莽高手，在挑战第5鹤的时候落败，被徐凤年给救了回去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作为北凉世子的徐凤年，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保镖了。那么他身边的保镖有几位是顶级高手呢？第3位李淳罡，李淳罡是上一代江湖的天下第一，闻名天下的老剑神，因为误杀了心上人绿袍儿，导致了心境大跌，境界一路跌到了指玄境，之后便去到北凉王府画地为牢20年的时间，直到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的时候，才被徐骁给请了出来，之后便成为了徐凤年的护卫，一路上保护了徐凤年很多次，期间还将自己的绝学后剑道传授给了徐凤年，和徐凤年也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了。这次游历，李淳罡解开了自己的心结，在大雪坪重新进入了陆地神仙境界，后又去到武帝城和王仙芝一战，逼出了王仙芝用9成力，但当时并不是最强状态的李淳罡。李淳罡最强一战在广陵江畔，一剑破甲2600，杀到广陵江水变成了血水，杀到广陵王的骑兵胆寒。这一战也是他的落幕之战。此战之后，李淳罡便退出了江湖。第4位红薯，红薯和青鸟一样，也是徐凤年的丫鬟之一。作为徐凤年的大丫鬟，红薯的地位很高，她的身份同样不简单，也是徐凤年身边的死士，一直在徐凤年的身边保护他，而且还是北莽的皇族，是敦煌城城主的侄女。徐凤年去到北莽后，红薯也过去了，成为了新的敦煌城城主。原本按照计划他是要死的，但徐凤年来到敦煌城救了他，在城内和徐凤年春风一度，大战了1个月，怀上了徐凤年的孩子。大结局被徐凤年从北莽给救回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徐凤年成为武道大宗师，继承了北凉王位之后，一般的护卫就帮不上他的忙了。那么后面徐凤年的护卫又是什么级别的呢？第5位徐彦兵，徐彦兵曾经叫做刘彦兵，是枪仙王秀的师弟，在武道上的天赋比王秀还要出色，多次击败王秀，甚至一度将王秀打到失去信心。王秀死后，刘彦兵来刺杀徐骁，想为王秀报仇，多次被老黄拦下后，理解了当时王秀是比试输了，堂堂正正死的，于是便加入了北凉王府，成为了徐骁的侍卫，改名成为了徐彦兵。徐彦兵前期实力不强，打不过老黄，但是后期走武夫路子后实力暴涨，达到了半步武圣的级别，和王仙芝一样是纯粹的武夫正道。陆地神仙之下，他就是无敌的存在，就算是一般的陆地神仙也打不过他。徐彦兵曾说，即使陈之豹成就三教圣人境界，他也能和他强行1换1，并且陈之豹会死，他会活着，只是修为会废，一辈子止步于天象境。徐凤年成为北凉王后，徐彦兵便成为了他的护卫。据北城驿站当中，徐彦兵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受伤的人，一人一枪镇守一座城门，将北莽的骑兵杀到胆寒。靠着绝对的实力，徐彦兵被粉丝们称为北凉核弹头，也是北凉隐藏最深的顶级高手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